鹽與和睦，馬可福音9章50節。鹽本是好的，若失了味，可用什麼叫它再鹹呢？你們裏頭應當有鹽，彼此和睦。主耶穌喺呢度提醒我哋兩件事，第一就係要防備鹽會失咗味。主曾經對門徒話：你們是世上的鹽，鹽能夠防腐又能夠調和，就係能夠勝過影響呢個唔信邪惡嘅世代，又能夠令人和睦。咁樣亦都係主所賜俾我哋嗰份生命嘅特點。咁樣神嘅子民點解會成為失咗味嘅鹽呢？請我哋去回想下創世記19章嗰度所記載羅得嘅妻子，當神審判所多瑪嘅時候，天使命令佢哋唔可以回頭，而佢因為貪愛所多瑪嘅財物，就回頭一望，立刻就變成鹽柱啦，成為歷代聖徒嘅鑑戒。我哋知道鹽經過化學作用之後就會變成鹽柱。今日神嘅兒女如果貪愛世界嘅財富，亦都會漸漸俾世界同化、侵襲、敗壞、隨流而失去鹽嘅味道，即係個功用啦。請問今日你有冇失去鹽嘅味道呢？同罪惡嘅世代同流合污？如果有，就應該要完全悔改，歸向神，等佢再一次去得着你。主喺呢一節經文裏邊提到嘅第二件事，就係我哋裏頭應該有鹽，彼此和睦。主將生命賜俾我哋，佢要我哋活出生命嘅光景，即係起鹽嘅作用。經常同人和睦，亦都令人和睦嘅生活。自從亞當墮落之後，全人類都過住人與人之間勾心鬥角、明爭暗鬥、相吞相咬嘅生活。但係主留我哋喺地上，乃係要成為佢嘅見證，過榮耀佢嘅生活，亦都就係經常靠住佢喺與人相處嘅時候實行饒恕、包容、接納、和睦嘅生活。請省察你同同事、家人以及主內肢體能夠彼此和睦嗎？請記住主喺馬太福音5章9節嘅說話：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。親愛嘅主耶穌，求你保守我嘅心，唔叫我貪愛呢個世界嘅財物，而失去基督徒應有嘅滋味同埋見證。求你將鹽放喺我嘅生命中，賜我充足嘅恩典去實行饒恕同埋包容，令我無論喺家庭、職場定係教會中，都能活出與人和睦、使人和睦嘅生活，活出你兒子嘅樣式。阿門。